牧人敬聽三代經課，6月29號，聖靈降臨後第3主日，詩篇16篇。上帝啊，求你保佑我，因為我投靠你。我曾對耶和華說：你是我的主，我的福氣唯獨從你而來。論到世上的聖民，他們是尊貴的人，是我最喜悅的。追逐別神的，他們的愁苦必增加。他們所澆奠的血，我不獻上。我嘴唇也不提別神的名號。耶和華是我的產業，是我杯中的福分。我所得的，你為我持守。用繩量給我的地界，坐落在佳美之處。我的產業實在美好。我要稱頌那指引我的耶和華，在夜間我的心腸也指教我。我讓耶和華常在我面前，因他在我右邊，我就不致動搖。因此我的心歡喜，我的靈快樂，我的肉身要安然居住。因為你必不將我的靈魂撇在陰間，也不讓你的聖者見地府。你必將生命的道路指示我，在你面前有滿足的喜樂，在你右手中有永遠的福樂。今個禮拜嘅詩篇第16篇係講詩人以堅定嘅信心宣認神係佢嘅保障同埋產業，無論環境係點，佢心滿意足，因為神喺佢心裏面所賜嘅喜樂同埋安全遠勝世上嘅一切。詩篇亦都隱約咁預表基督復活，係對永恆盼望嘅深刻宣告。當中有幾個學習嘅地方。第一，真實嘅安全同快樂係嚟自神嘅同在。我重複，真實嘅安全同埋快樂係嚟自神嘅同在啊。第二，信靠神嘅人，即使面對死亡都有盼望。我再講一次，信靠神嘅人，即使係面對死亡都有盼望嘅。第三，將神擺在眼前，係每一日嘅智慧之道。我再講，將神擺喺眼前，係每一日嘅智慧之道。反思問題：我每日嘅快樂同安全感係建基喺邊度嘅呢？我再問，我哋每日嘅快樂同埋安全感係建基喺邊一度啊？實踐行動，每一日早上用詩篇16篇8節嚟默禱，我將耶和華常擺在我面前。我再講一次啊，我哋每一日朝早用詩篇16篇8節嚟默禱啊，就係我將耶和華常擺在我面前。讀經分享，今日想講嘅特別字，唔知你估唔估到呢？就係澆奠，澆係 GIU1，奠係 DIN6。澆嘅同音字，澆 GIU1 嘅同音字就係驕傲嗰個驕，或者嬌生慣養嗰個嬌。奠 DIN6 就係電池嗰個電，電力嗰個電。記得唔好讀澆水、曉水、曉電都係唔啱噶。澆奠，他們所澆奠的血，我不獻上。唔好再讀錯啦！如果你喺今日嘅經文有咩得着，或者對讀經想同大家分享嘅，歡迎你留言啦，我哋一齊討論下，彼此造就。願主祝福大家。